壁虎爬牆到底係靠啲乜嘢方法嘅呢？ A、B、C 三個答案，即係用爪抓緊表面、液體黏附同埋真空吸盤，的確係好多昆蟲或者動物字面上用嚟行走江湖嘅方法。至於 D 呢個答案呢，聽起嚟好似有啲九唔搭八，但係其實壁虎爬牆嘅方式真係運用到量子效應嘅原理㗎。壁虎嘅腳底並冇分泌黏液或者長有吸盤，而係有極其大量納米級嘅毛髮結構。佢哋每隻腳仔咧，大約有50萬條好細嘅指毛，亦都會翻譯為剛毛、足剛毛或者細毛。而每條指毛又分成幾百個更細嘅末端分叉，即係扁端，又會譯作末端片、視狀末端、扁平端板等等。當呢啲扁端同牆面接觸嗰陣，兩者會貼到非常之近，近到得幾個納米咁近嘅。呢個時候，壁虎就會依靠范德華力 （Van der Waals Force） 去黐住牆壁。理論上咧，一隻中型嘅壁虎只要一隻腳緊貼表面咧，就可以支撐全身嘅重量噶啦。